清晨的台北传统市场，人声鼎沸，摊贩整齐地摆放着一束束翠绿的9层塔，价格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。人们匆匆经过，有些人随手拿起一把，有些人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株被忽视的小草，安静地躺在菜摊角落，等待着被带回家。但你知道吗？每天都在吃的香料，其实能救你一生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这株不起眼的9层塔，可能是你对抗慢性发炎、稳定血压、改善失眠的最佳天然良方，你会相信吗？大多数人只把它当作提味的配角，撒在3杯鸡里，拌进炒海鲜中，然后就没了。但事实是，你可能一直在错过一个隐藏在厨房里的健康宝藏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有超过90%的家庭冰箱里都有9层塔，但真正了解它功效的人不到1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很多人因为用错方法，不但吃不到营养，反而可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个影片，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，为什么日本长寿村的老人家每天都喝9层塔茶，为什么地中海饮食把罗勒侍卫、血管清道夫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错过一个能让9层塔功效增强3倍的秘密吃法。这不是夸大，而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真实发现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你9层塔如何从调味品变成保健品。我会分享3个最常见但最危险的错误吃法，也会教你4种正确使用方式，让你每一口都吃进真正的营养。但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真的了解自己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吗？还是只是跟着习惯走，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，原来不是所有便宜的东西都没价值。有时候最强大的疗愈力量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，而9层塔正是这样的存在。它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默默守护住我们的健康。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它。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为您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观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上数字0。也请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收看的，并在开始前留下你的任何问题。如果你看到最后，我保证你会感谢自己今天点开了这支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。30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一件事：最好的药往往不在药房里，而是长在厨房里。我在台中开了一间小诊所，已经30多个年头了。诊所不大，但窗边种满了各种药草植物。每当病人走进来，第一个闻到的不是消毒水味，而是淡淡的草本香气。我常跟病人说，身体的问题有时候不需要急着吃药，先从饮食调整开始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这些年来，我遇过太多因为关节疼痛、失眠、血压不稳而来求诊的病人。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，身体机能开始退化，但又不想一辈子依赖药物。我能理解那种矛盾的心情，想要健康，却又害怕副作用；想要改变，却又不知道从何开始。在无数次的问诊中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那些恢复得特别好的病人，家里几乎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常常使用天然香料入菜，尤其是9层塔这株不起眼的小草，竟然在他们的康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起初我也很怀疑，毕竟这只是一株普通的香料啊。但随着接触的案例越来越多，加上后来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文献，我才发现9层塔的功效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它不只是让食物变好吃这么简单，而是真的能够调节身体的发炎反应，稳定血压，甚至改善睡眠品质。今天我想用最真实的临床经验，
带你重新认识这株小草，不只是告诉你它有多好，更重要的是教你怎么用对方法，让它发挥最大的效果。因为再好的食材，用错方式就只是浪费而已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慢性发炎是现代人最大的健康杀手，关节痛、肌肉酸，甚至是心血管疾病背后的元凶，往往都是发炎。而九层塔里面就藏着2种非常强大的抗炎成分：丁香酚和方樟醇。先说丁香酚，这个成分你可能听过，因为它也存在于丁香里面。它就像是身体里的小小消防队，能够进入关节深处，把那些引起疼痛的发炎因子给扑灭掉。很多研究都证实，丁香酚能有效抑制身体产生发炎物质，尤其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，效果非常显著。再来是方樟醇。这个成分不止抗炎，还能舒缓神经。它的作用机制很特别，能够阻止身体释放过多的组织胺，也就是那种让你红肿痒痛的物质。简单来说，它能让你的身体从紧绷备战的状态慢慢放松下来。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阿美婆婆今年68岁，住在台南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膝盖痛到连爬楼梯都没办法。她说每天早上起床，膝盖就像生锈的机器一样硬邦邦的，要活动好久才能稍微灵活一点。去过大医院，也吃过消炎药，但效果都不持久。停药之后又开始痛。我建议她每天早上用新鲜9层塔泡一杯温水喝，不用多，大概10片叶子就够了。1个月后她回诊，整个人神采奕奕。他说现在走路轻松多了，连带住心情也变好了。他形容那个种感觉就像关节重新上了油，不再卡卡的。这不是个案。东京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，让100名关节炎患者连续3周每天摄取9层塔萃取物，结果发现他们的关节发炎指数平均下降了25%。这个数据非常惊人，因为很多药物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，而且完全没有副作用。你可以这样想，血液就像是道路上的车子，关节就像是路面。当路面发炎、坑坑洞洞的时候，车子就很难顺畅地开过去，自然会卡住、疼痛。而9层塔里的这些成分就像是修路工人，能够把路面修平，让血液循环顺畅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这是中医的智慧，也是现代科学证实的真理。所以当你的关节开始隐作痛，不要急着吃止痛药，先试试看，每天1杯9层塔茶，给身体一点时间，让它自己修复。有时候身体需要的不是强效药物，而是温和而持续的滋养。原来不是老了才会痛，而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而这一株小草刚好能听见它的呼唤。现在让我们用更简单的方式来理解9层塔到底是怎么在我们身体里运作的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管就像是城市里的道路系统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车辆，也就是血液在这些道路上流动。当道路顺畅的时候，车子跑得快，物资运送得及时，整个城市就运作良好。但如果道路上出现了障碍物，比如发炎产生的废弃物，交通就会开始堵塞，久而久之，整个系统就会瘫痪。9层塔的作用就像是一支专业的道路，清洁对它能够进入血管深处，把那些堆积的垃圾清理掉，让血液能够顺畅的流动。当血液流动顺畅了，营养和氧气就能及时送达每一个细胞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。中医有句话说得好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这句话用在现代科学上完全说得通。很多慢性疼痛的问题，追根究底都是因为循环不良。而改善循环最好的方法，不是吃一堆药，而是从饮食开始调整。
九层塔里的活性成分能够放松血管壁，让血管更有弹性。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条橡皮水管，当它保持柔软的时候，水就能顺利通过；但如果它变得僵硬，水流就会受阻，甚至可能爆裂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后会并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。但好消息是，只要你开始重视日常饮食，多摄取像九层塔这样的天然食材，你的血管是可以慢慢恢复弹性的，身体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只是我们常常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和正确的营养。所以不要小看这株小草，它不只是让你的菜变好吃，更重要的是它在默默守护住你的血管健康。当你懂得与食物温柔相处，用对方法去使用它们就会回报你更健康的身体。记住，健康不是靠昂贵的保健品堆砌出来的，而是靠每天一点一滴的正确选择累积出来的。而九层塔正是你可以每天轻松做到的选择之一。在台湾，每10个人就有3个血压不稳定，而你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血压已经出问题，直到某天突然中风或心肌梗塞，才惊觉事情大条了。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因为它通常没有明显症状，但却在暗地里一点侵蚀你的血管。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颗充满水的气球，当你吃进太多盐分，身体就会流更多水分，气球就会被撑得越来越大，压力也越来越高。长期下来，血管壁会变得脆弱，随时可能破裂。这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吗？但好消息是，九层塔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矿物质，叫做钾离子。钾离子就像是身体里的水管工人，它的工作就是帮你把体内多余的钠排出去，同时也把多余的水分排掉。当钠和水都减少了，血管的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。很多人以为降血压一定要吃药，但其实透过饮食调整是更根本的方法，药物只是治标，而且长期吃药会有副作用，像是头晕、疲倦，甚至影响肾功能。但如果你能从源头做起，从每天吃的食物开始改变，效果会更持久，而且完全没有副作用。地中海地区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，他们大量使用橄榄油、新鲜蔬菜，还有各种香料，其中就包括罗勒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九层塔。有研究追踪了1000名地中海居民长达5年，发现那些每天都吃罗勒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低了20%。让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案例。张先生55岁，做生意的，应酬多，压力大，血压一直控制不好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收缩压经常飙到160以上，已经在吃降血压药了，但效果不稳定。我建议他除了规律服药之外，每天在饮食中加入九层塔，早上1杯九层塔柠檬水，中午的便当里也尽量加一些九层塔，晚餐煮汤的时候再放一把。就这样持续了3个月，他回诊的时候血压明显稳定多了，而且精神状态也变好了。他说现在不会，动不动就觉得头晕、胸闷，整个人轻松很多。你看，降血压真的不一定要靠药。当然，如果医生开药给你，千万不要自己停药，但你可以同时配合饮食调整，让效果更好。九层塔不是仙丹，它不会马上让你的血压降到正常，但它能温和而持续地帮助你的身体找回平衡。记住，血管的健康决定了你的寿命。当你的血管保持年轻、有弹性，你才有力气去拥抱明天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而照顾血管，就从你每天吃的第一口食物开始。
不要等到出问题才后悔。从今天开始，让9层塔成为你餐桌上的常客，你的血管会感谢你，你的心脏也会感谢你。失眠是身体在告诉你，我太累了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很多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脑子像跑马灯一样停不下来。长期失眠不只让人精神不济，更会影响免疫力、记忆力，甚至增加罹患忧郁症的风险。但你知道吗？9层塔除了能抗炎、降血压，它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功效，就是帮助睡眠。刚才我们提到的方樟醇，它不只能抗发炎，还能作用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上。它能够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做 GABA 的神经传导物质。这个种物质的作用就是让神经放松，让你从亢奋的状态慢慢平静下来。简单来说，它就像是大脑的安眠开关，能够帮你进入深层睡眠。日本曾经做过一项很有趣的研究，他们找了50位有睡眠障碍的老年人，让他们在睡前闻9层塔的香气，或者喝1小杯9层塔茶。持续2周之后，研究人员发现，这些受试者的深层睡眠时间平均增加了40%，而且半夜醒来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了。这个发现让很多人惊讶，因为一般人都以胃助眠，只能靠药物，但其实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答案。9层塔的香气里含有大量的挥发性精油，这些精油能够透过嗅觉系统直接作用在大脑的边缘系统，也就是掌管情绪和睡眠的区域。我常常建议失眠的病人在卧室窗边放一盆新鲜的9层塔，上睡觉前轻轻拨弄一下叶子，让香气散发出来。那种清新、微微带点甜味的香气，能够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。你也可以在睡前泡1小杯9层塔茶，温温地喝下去，让身心都安定下来。睡眠是身体最重要的修复时间，当你睡得好，身体才有机会修复，白天累积的损伤，免疫系统才能正常运作。而9层塔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天然安眠药，温和无副作用，而且还带住淡淡的香气。当你闻着9层塔的香气入睡，整个夜晚都在修复自己。隔天早上醒来，你会发现自己神清气爽，充满活力。这才是真正的健康生活，不是靠药物硬撑，而是顺应身体的节奏，给它需要的滋养。说了这么多9层塔的好处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：再好的食物，用错方法就是毒。很多人以为9层塔只是普通香料，随便怎么用都可以，但其实里面有3个非常危险的误区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可能不但吃不到营养，反而在伤害自己的身体。第一个错误，高温爆炒。很多人喜欢把9层塔丢进热油里爆香，觉得这样才够香。但你知道吗？9层塔里面最珍贵的那些成分，像是丁香酚、方樟醇，都非常怕高温。当温度超过摄氏120度，这些成分就会开始分解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。所以你闻到的香味，其实只是表面的油烟味，真正的营养早就被破坏掉了。炒得香，但吃进肚子的只剩下油而已。第二个错误，过量使用。很多人听说9层塔好，就叛命吃，觉得吃越多越好。但中医讲究的是平衡，任何东西过量都会出问题。9层塔性温，如果你本身体质就偏燥热，又大量食用，很容易上火、出陷口、前舌燥、便秘，甚至长痘痘的症状。好东西也要刚刚好，一天1小把就够了，不要贪多。第3个错误，也是最多人犯的，隔夜再吃。很多家庭主妇很节省，今天炒了一盘9层塔料理，吃不完就放冰箱，隔天再热来吃。但你知道吗？9层塔这种绿叶蔬菜
本身含有硝酸盐，虽然新鲜的时候没问题，但经过烹煮之后，如果放置太久，硝酸盐就会转变成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是什么？它是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，长期摄取会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。所以我常说，节省是美德，但不要省在不该省的地方。九层塔这种香料，最好是现煮现吃，吃多少煮多少。如果真的剩下来，宁可丢掉，也不要隔夜吃，因为省了一点菜钱，却可能赔上健康，真的得不偿失。看完这3个错误，赶快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是也中了其中一条？如果有，从今天开始赶快改正。再好的食物，用错方式就是毒。这句话不是吓你，而是真心希望你能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全。知道了错误的方法，现在让我来教你正确的使用方式。这4个方法，我在临床上反复验证过，既能保留九层塔的营养，又能让你吃得安全，吃得美味。第一个方法，关火再放，这是我最推荐的方式。不管你是炒菜还是煮汤，都等到关火之后再把九层塔放进去，利用余温让它释放香气，这样既能保持香味，又不会破坏里面的活性成分。你会发现，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菜，香气更清新、更自然，而不是那种被油烟掩盖的味道。第二个方法，80度泡茶。如果你想直接摄取九层塔的营养，泡茶是最好的方式。但记住，水温不要太高，控制在摄氏80度左右就好。取10到15片新鲜叶子，冲入温水，盖上盖子焖5分钟，就是一杯很好的养生茶。你可以加一点蜂蜜调味，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，对肠胃很温和，也能帮助一整天的代谢。第3个方法，打沉酱拌面。这个方法学自意大利的青酱，但我们可以用在地的食材来做，把新鲜九层塔、一点坚果、一点橄榄油，还有少许盐，全部放进果汁机打成泥。这个酱可以拌面、拌饭、抹面包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因味酶有经过高温烹调，营养完全保留下来，身体也更容易吸收。第4个方法，冷冻保存。很多人觉得九层塔不耐放，买回来自己添就枯掉了，很浪费。其实你可以把它洗前净，沥前水分，然后整把放进冷冻库，要用的时候直接取出来，不用解冻就可以下锅，这样可以保存好几个月，而且营养成分不会流失太多。这4个方法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选择，重点是要记住一个原则：温柔相处，不要用太激进的方式对待食物，用最简单、最温和的方法，反而能得到最好的效果。当你学会与食物温柔相处，它就会回报你健康。这不只是用在九层塔上，也是用在所有的天然食材上。大自然已尽位，我们准备好了最好的营养，我们要做的只是用对方法去取用它而已。从今天开始试试看这4个方法，你会发现九层塔不只是调味料这么简单，它可以是你每天健康饮食的一部分。如果我告诉你九层塔还可以跟其他食材搭配，让效果加倍，你想不想知道？现在我要分享3个黄金组合，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，而且在我的病人身上也反复证实有效的配方。第一个黄金组合，九层塔加番茄，这个组合我称它为抗炎抗氧化双雄。番茄里面有丰富的茄红素，是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，能够清除自由基，保护血管。而九层塔里的丁香酚则专门对付发炎。当这2个成分结合在一起，就像是2个超级英雄联手，一个负责清理垃圾，一个负责灭火，让你的血管保持前进畅通。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
你可以做一道番茄9层塔汤，把番茄切块煮软，加一点橄榄油，最后关火前放入新鲜9层塔。这道汤酸酸甜甜的，很开胃，而且营养价值极高。如果你有心血管方面的困扰，或者想预防动脉硬化，这道汤每周喝3次，效果会很明显。第二个黄金组合，9层塔加姜黄，这个组合是我的最爱，我称它为加速器。姜黄里面的姜黄素是目前研究最多的抗炎成分之一，但它有个缺点，就是人体很难吸收。但如果你把它跟9层塔一起吃，9层塔里的胡椒碱能够增加姜黄素的吸收率高达20倍，这不是我随便说的，是印度的研究团队发现的。你可以这样做，把9层塔、姜黄粉、一点黑胡椒、一点橄榄油全部混合在一起，做成一个酱料，每天早上吃1小时，或者拌在饭里、面里都可以。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关节不好的人，或者有慢性发炎问题的人，连续吃1个月，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差别。第三个黄金组合，9层塔加黑芝麻，这个组合我称它为补骨安神组。黑芝麻富含钙质和镁，对骨骼健康非常好，同时也能安定神经。配合9层塔的芳樟醇，两者一起作用，既能强化骨骼，又能改善睡眠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。做法也不难，你可以把黑芝麻炒香，磨成粉，然后跟9层塔一起打成浆，加一点蜂蜜调味，每天晚上睡前喝1小杯，不但能帮助入睡，长期下来对骨质疏松也有预防效果。我有个70岁的病人，他本来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医生建议他补钙，但他除了吃1升开的钙片，还自己做这个9层塔黑芝麻浆来喝。半年后去检查，骨密度竟然有进步，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。这3个黄金搭配，不只是把2种食物放在一起这么简单，而是利用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，让效果达到1+1大于2的境界。这不是药方，而是长寿方。古人说药食同源，意思就是最好的药物其实就在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里。你不需要花大钱买保健品，也不需要吃一堆药，只要懂得怎么搭配，用对方法，厨房里的这些平凡食材就能成为你最好的健康守护者。从今天开始试看这3个组合，你可以今天试第1个，明天试第2个，慢慢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重点是要持续，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。健康是一辈子的事，需要你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定想知道要怎么挑选好的9层塔，还有买回来之后要怎么保存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。挑选9层塔，记住3个口诀：看叶、闻香、摸质地。第一，看叶子，新鲜的9层塔叶片应该是深绿色的，没有黄斑，没有虫咬的痕迹，叶子边缘应该完整，不要有枯萎或卷曲的现象。如果叶子已经发黑或者有水渍，就代表不新鲜了，千万不要买。第二，闻香气，新鲜的9层塔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，清新、微甜，带点辛香。如果你闻起来没什么味道，或者有怪味，就代表放太久了。好的9层塔，隔着塑胶袋都能闻到香气。第三，摸质地，用手轻轻捏一下叶片，应该是厚实有弹性的，不会一碰就破。如果叶子摸起来软软的，没有生命力，就代表已经脱水了，营养也流失的差不多了。买回家之后，保存方式也很重要，我教你3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冷藏法，把
把9层塔像插花一样插在装了水的杯子里，用塑胶袋轻轻套住，放进冰箱冷藏，这样可以保鲜5到7天。第二个方法，湿纸巾法，用湿纸巾把9层塔整把包起来，放进保鲜袋，再放冰箱。这个方法可以保持叶片的水分，不会枯萎。第三个方法，冷冻法，刚才说过了，把9层塔洗净沥乾，整把放冷冻库，要用再拿出来。这个方法可以保存最久，好，几个月都没问题。还有个小秘诀，如果你想让9层塔的香气更持久，可以在叶片上抹一点点橄榄油，薄薄一层就好。油能够锁住水分，也能保护叶片不被氧化。这个方法我自己在用，效果真的很好。记住，食材新鲜，营养才新鲜，不要一次买太多，够用就好。毕竟9层塔这么便宜，随时都买得到，何必囤积呢？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行30年来最深的体悟：药是救急的，食物才是养命的。很多人生病了才想到要看医生吃药，但其实最好的医生就是你自己每天的生活习惯，最好的药就是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。身体有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，只要你给它正确的营养，给它足够的时间，它就能自己修复。9层塔只是一个开始，当你开始重视日常饮食，开始用心对待每一口吃进去的食物，你会发现健康其实没有那么难。不需要花大钱，不需要吃一堆保健品，只要回归简单，回归天然，身体就会给你最好的回报。我常跟我的病人说，不要等到病了才后悔，预防永远胜于治疗，而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今天开始，从每一餐开始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从今天起，让9层塔成为你家里的健康守护者，不管是泡茶、煮汤、拌面，或者只是放一盆在窗边，让它的香气陪伴你。这株不起眼的小草会默默守护住你和你家人的健康。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你爱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原来健康可以这么简单。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告诉我你用9层塔的经验，或者你想知道的其他养生知识。记住，健康是一辈子的事，需要你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，但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永远不嫌晚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祝福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我们下次见。